影片上传打那个标题，然后那个过程会显示，你看跟它有关的这么多啊。然后这个标题把它复制，贴到那个复制全显复制，然后贴到频道，这个是 YouTube 频道和 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，按右下角媒体库，按右下角频道的标志图，然后按你的频道，然后按社群了，然后社群，然后呢贴上发布以后，关键字词前面有那个，你看有那个井字号的，点按，有超连结功能，点按一下，你看这么多都出来了，跟知识分享有关的。全球的这个影音资源，也就是全球的影音资源。